今天呢，我也非常荣幸在台湾基金能够有机会跟罗尚健成医师特别来他的声音棚专门做这样的一个节目。这个对于我们荣宗佛教频道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我们荣宗佛教频道的本身做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帮助到大家。那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法院的前提下，我们有时候做的事情或一些讲的方式、传达的方式，太传统或太庶民或太那种这个严肃的话呢，大家听不懂。那我也发现您呢，在台湾这些年呢，就是一直以藏传，你看这个灵性书，各种我昨天一系列的你的书的大概的一些目录和主题一些重点我也看了一下，所以真的是就是一个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一个生活佛法。对。但是呢，我们西藏的文化本身是离不开佛法。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佛法。但是如果你不信佛的一般的一个大众来讲的话，它根本不涉及什么特别的佛法。对。这是一个养生和佛法和这些传统智慧里面的一些养生和身心灵各方面的一些修养和健康快乐有关的一个教法。我觉得这种一些写作的方式和讲述的方式都是非常值得学习的。所以呢，我也希望今天我们两个身为一个藏人，但是用中文这种聊天，您没有问题，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有时候我的中文水准不是那么好啊。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出发点不是说我的中文好不好，主要是我们透过这个聊天，能带给大家一些传达一个讯息，对吧？对。那么呢，帮助，而且我们更好的这个透过荣宗佛教频道的这个访谈，了解到你现在的所作所为。是，这就是重点。所以首先呢，扎西德勒堪布拉。所以呢，您就是我这边就是大概看了，就是 Dr. 罗桑或者罗桑健成医师，对吧？对。所以首先你能不能稍微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堪布扎西德勒。其实啊，就是跟堪布就是很深的因缘呐。其实堪布也跟我一样的理念，就是在推广教育啊。就是把一个宗教，就是一个西藏的一个非常深奥的文化，用教育的模式，就是用心的在推广。所以就是在荣松的频道里面，就是堪布在访问了很多世界的名人，像李连杰啊，很多大师啊，都在这个。但就是说，就是堪布的他理念是主要是把非常深奥的那些智慧，看能不能生活化。所以我们理念就是有很多都有相似的地方嘛。对。所以我就是说，这次来的时候，他从澳洲飞过来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录2位藏人用中文来跟大家传达一些我们的虽然中文不是我们的母语，但就是我们是从内心把自己想讲的，或是很多传达给大家，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教育。因为就是这个时代啊，就是堪布也一直在讲，就是这个 AI 的时代，大家都是就是一个非常迷茫的状态下，其实心理的素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学问也好，很多都是电脑 AI 去取代，但就是人的心理、人的生活方法、人的素质还是透过教育、透过传达这种媒体的模式。所以就是堪布一直很用心的做这一块。同样，我也在做这一块，所以我是一直不断的第一本出书，然后我主要是在台湾念医学院，以前是在印度念物理系，然后后来到台湾念医学院，然后在哈佛也进修过，然后自己创立了那个一个预防医学的集团。但就是说，我们的理念就是，比方说我摄影棚也好，我团队也好，最主要的理念就是我们西藏。我都觉得啊，就是比方说我常常跟很多人讲，就是说我念了医学院，或是医学院毕业，我觉得不怎么样。但就是说，从小的那种西藏的文化跟佛教的精神是置入了我的所有的细胞里面，像 DNA 一样。是，所以我现在可以在这边，就是比方说结合了西藏也好，印度还有维达也好，西医也好，觉得哇，这个是这个世代。
在医疗上面，在人类社会上面最缺的一块。但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师傅都很会讲法，很多人他讲得非常深奥，有时讲的人听不懂，然后下面听的人也听不懂，所以我就说，能不能生活化，就是跟一个人息息相关的。所以这次我们聊到，我们可以就是从荣松平台也好，我自己平台也好，希望真的就是西藏，也是西藏也可以说东方的文化。对。就是对世界的有些贡献，有些教育，希望人过得轻松一点。因为现在我一直不断的在 YouTube 上在讲，就是说现在人太苦了，是，但就是说找不到方法，就是赚钱有车，什么都以为就是开心，但也是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因为生活条件讲就是100年前跟现在的生活条件非常非常好，但就是现在人。就是更紧绷、更痛苦、更多的压力，所以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推广这个，就是透过荣松平台，因为大家可以看那个平台里面讲很多这种生活的模式，非常简单的去接触佛法，非常简单的去改变你心里的问题，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过得更好一点、更轻松一点。所以这个理念是一直很相同的。对，所以其实我在荣松频道上面以前跟宗萨仁波切有一个访谈一系列的。对。那我们两个尽可能的，就是能不能用这种生活化，对，就怎么去传达我们的佛法。对。我上个星期天我有一个新的节目叫上师与00后的沟通。对，也是另外一个上师一起访谈的。其实我们现在始终就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又迷茫又聪明，又有条件，又心理缺乏很多这些安全感的一些矛盾的这些人，对，怎么就是能够带入一个正确的方向？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后面的就是文殊菩萨。对，其实我们并不是一般的一个传统民间信仰那样的一个，就是怎么样，就是他是一个菩萨，就是怎么说有求必应。其实我个人的认知不是这样的。对。而且它是一个智慧的象征，对吧？对。文殊菩萨本来就是智慧的象征，所以呢，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呢，确实你刚刚老师说的一样的，就是我们确实是。很多生活物质上面是比较丰富的，对，什么都有。但是精神上面呢，现在就是有很多的匮乏。对。这个匮乏的来源，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有受过教育？有受过教育，前所未有的教育的背景。对。但是又是迷茫，为什么呢？我觉得他们有知识，但是没有智慧。对。所以我们西藏传统的文化里面就是智慧。学佛也其实是实际上是一个追求一个智慧，对吧？对。这就是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并不是为了传教什么的，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真的在传统智慧里面的那个智慧，对，我们怎么去应用？对。但智慧应用的话呢，我觉得您这种写法是，我觉得是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曾经看过我们自己的这个西藏的这个医学的一些书，对。但是呢，我必须说，我对医学是其实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学过的啊，完全是外行，100%的外行。但是我也读过一些相关的书，对，就像医学，对，在就是什么证据，对，就是根本序嘛，对吧？他医学的。但是看的时候，我看到一开始的时候，那种外在的自然、内在的自然、身体的结构，还有怎么去平衡，怎么去注重日常生活的这种身体，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情绪来自于贪嗔痴，或者所有的疾病就来自于我们的情绪。对，讲得非常好。对啊。但是我说一个实话啊。我们有时候藏人也好，甚至一些喇嘛上什么，他们这个知识和自己的20个小时的身体的这个状态是不完全一致的，不完全符合的，明白吗？对。所以有时候是这种健康上啊，这个养生上是真的不够完全落实在这个生活当中，自己身上，对，自己身上了。这一点你是怎么看待？对，其实就是师父说的都一样了，因为就是我们也看过很多大师，哇，他讲经没有问题，对，但就是说没有修到自己身上，有压力大的、睡不好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对，然后胃病的，哇，西藏都是这样子。对，但就是其实我在讲，就是说我在推广医学，很多上是也有糖尿病，这是说实话了啊。对，我说就是意思是说，其实我在讲，就是说，比方说西藏的医学，它真正讲的是一个修行，
所以我在讲就是说药师佛啊什么的，其实都是在修行。因为就是比方说我们要所有的疾病戒掉，就是要贪嗔痴3个毒素要戒掉。对。贪嗔痴是佛教最根源，用文殊菩萨把它戒掉以后，你才会成佛，你才会开智慧。对。同样就是你戒掉这3个的时候，3个毒戒的时候，你身体自然会健康了。对。所以应该是要结合在你自己亲身的身体身上。所以跟刚刚那个 Ken 在讲，就是说智慧。我常常讲，就是说人最大的不幸就是无知 ，ignorance， 就是在讲，就是我们在就是比方说在西藏唐卡里面最毒的就是猪嘛。对，其实是那个三个毒，对，代表的无明的，对，无明无知是最毒的。所以我们用文殊菩萨的刀来把它无知戒掉的时候，我在讲，就是说世界上问题很多。问题很多，但就是说，只要你有智慧，所有的方法来去困难的东西也好，生病也好，所有东西都是还是唯一靠智慧。所以我就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是你个子高，你是白人黑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是差距，就是你的智慧。对。智慧好的，他可以当老板，他可以当大师，他可以当企业家，他可以家庭什么都好。对，没有智慧的是家庭破裂，亲子关系不好，你事业也不成功，工作也不顺利，这是唯一差别在的。不然我们吃的喝的水都是一样，大师也好，有名的郭台铭，有钱的人也是喝这个水 H2O 而已。对，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对，全部都一样。晚上也是睡觉一样，24小时，肉体要去大便，要去厕所都一样。对，唯一的人与人间的差别就是智慧。对。然后智慧再转换成能量，我说是能量了，但我们西藏说是收纳福报，对，收纳福报，对。那你可不可以多讲一下？比如说刚刚那另外一本书里面说不生病藏传的养生术，对。那我们就是当然一般的修行来讲的话，我刚刚说上师们。可能是他们透过修行自己调伏自己的贪嗔痴，这方面我们不用怀疑了。对，肯定是他们有很高的一个水准和功夫。但是他把它换成一个能量，真正成为一个实际的养生的方面，我觉得是不够。对，那这不是上师不够，也一般人现在人很多有这个共同的一个问题。那你是专门这些一系列的书里面也讲了，而且经常在频道上面也在跟大家分享，大家也对你有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和认可了。所以呢，你是觉得我们怎么去这些传统的智慧成为实实在在的养生和能量，这方面你能不能讲一下？所以我常常讲，就是我们现在不要讲太抽象的，就是实际上大众需要的，就是我背景是学西医，就以前在医院那上班了。然后就是我们治疗很多疾病，像癌症也好，糖尿病也好，我们就是我自己有很多客户是这种癌症的病人。对。最后很多人就说，要吃怎样，要运动怎样，要做瑜伽什么什么，以为是健康了。是。其实真正的健康，我常常讲一句话，真正的毒是在心。OK。心毒是最毒，是，但就是不只是心毒是最毒。现在的医疗，像东方、西方，任何地方，中医、藏医，还有西方的医学，最大的缺乏也是治疗心理的东西。OK， 所以要回归到我常常讲一句话：佛教医学。OK， 这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讲，就是最主要的，他在讲是心理的修养。我常常讲，就是说，比方说。外面的食物很毒没有错，空气很毒没有错，但就是心毒比任何人都毒。是，所以心毒是最难处理的。所以就是我一系列的书里面，从自己小时候的长大，学佛，然后西藏人的那种理念开朗，这种就是比较简单的生活的模式。哦，原来这个是一个智慧的方法。是。其实平常我们就这样过生活。对。然后这后来觉得我在医学上面，原来生活是这样子，所以很多大师也是没有落实到自己身上。我常常讲，就是说，其实真正的修养，真正对，就是我在讲，就是我这一系列的书里面讲，就是说，其实养生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坐。OK。后来我在讲，就是说，打坐以后，第一个你会开智慧。是。第二个，你很轻松的时候，现在国外做过很多研究，只要打坐的时候，你的免疫细胞免疫力就会上升。你打坐的时候，你心情会比较好，连血压、血糖都会正常。对。心
放轻松的时候。对，所以我后来去看一下西藏的有些书，像卓谦啊、大手印啊，对，那里面的都是在讲功夫啊。这卓谦就是大圆满嘛，大圆满。然后他在讲的是运气的方法，是跟印度的瑜伽有点很像。对，现在很多人在讲就是 breathing meditation， 就是用气的方法，左脉、右脉，呼吸是最好的养生的方法，呼吸才会给进行，心顺了，气顺了，脉顺了，所有的器官就顺，这是一系列的。然后脉顺、气顺、器官顺了以后，免疫系统正常，神经系统正常，你的代谢系统正常。对，所有都是一个环环相扣，就是因果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真正是我在教一些，就比方说运气啊、打坐是非常非常好的、最好的养生方法。其实，在佛法里面讲很多这种非常高的智慧，对，只是我们很多大师都是习以为常，然后念这样子，没有去真正的落实在自己身上。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以前的那个西藏很多大师也好，印度大师非常非常有智慧，有些就是练到很成功的时候，一辈子没有看过医生，对，一辈子就是躲在山上打坐，或者是就是教别人方法。90岁、100岁很常见呐，是，非常健康的，因为那叫做心理的能量跟智慧，跟养出来的东西。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西藏传统，我常常讲，就是说西藏里面有非常多的文化跟智慧，甚至就是说不要说迷信，就是跟那个 Khenpo 讲的，其实真正不是迷信，是科学。对，很多人以为就是刚刚 Khenpo 说的拜什么叫求什么，对，不是这样。对，主要是自己内心的这个智慧的一个改变，对，象征。对，比如说，其实呢，这个我在最近翻译的道登歌不是那个永嘉正道歌，永嘉正道歌里面，它智慧比喻成就是这个刀剑，对，而且这个剑里面就是要冒出这个火焰的那个部分，全部都写在那个道歌里面。然后让我想起了我们经常念诵的文殊菩萨的例证文当中，有一个叫做马里门斯的东尔尼克就你就在拉着那，对，所有的就是这个断除无明的这个智慧剑。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个是在印度那林头的大学的一个阿斯利写的一个文殊的例证文，另外一个是这个唐代的一个禅宗大师写的自己的开悟记。这两个都其实都是一样，用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手上拿的那个剑的智慧，象征智慧嘛。对，他要砍断我们的烦恼。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您说的非常非常好。但是我现在呢，就是想，比如说你自己经常跟大家讲这个西藏藏传的这个养生法的时候，最主要提倡的，比如说他可能因为这个内容一定会很多多元的嘛，对，但是有最根本上你是比如让他们怎么做，比如说。对，第一个就是我做的方法，就是我最自豪成功的地方，就是从前年开始，我写一本不生气的书。OK， 对，我光推广，就是我在 YouTube 上已经就是几百篇这个不要生气，生气是毒药，生气会杀伤你，生气没有任何的好处，生气是唯一的方式，是破坏你的情绪，破坏你的免疫系统。我光推广这个，很多人很多家属。连老公谢谢我说，哇，洛桑医师谢谢。台南有个教授，然后他跟我说，洛桑医师谢谢。我太太每天听你的以后，她开始不生气了，老公赚到了，她还叫我去他的学校，然后 EMBA 的同学跟他们讲话，然后也有很多太太就说她跟老公的关系，跟家属的关系，我们有很多就是我把那个入菩萨行里面捐阅里面的，就是我就推这个就简单的说，生气是毒药。我说我还唱一个咒语，嗡嘛呢呗咪吽呀，生气是毒药，生气是唯一迫害自己情绪，把它录起来。我说跟很多人讲像咒语一样念这个。你生气的时候马上觉醒，不能生气，生气是唯一就是把自己的能量破坏掉，自己的福报或自己。我光推这个，到处演讲，到处去这个，然后到处去漏，这说念，大家都听得懂。对，因为是这样啊，我觉得
你刚刚那样说的时候，对我来讲说也是非常熟悉，对，非常有感触的。对，为什么呢？我自己也经常讲《入菩萨行论》，对，我也经常讲第六品的安忍品。安忍品，对。那这个安忍品一开始说的时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你知道这个入心论、入中论。这个月称菩萨的入中论，一个叫中观的书里面，也是印度大师嘛，龙树菩萨的一个追随者，就是一个后代。这个他呢，就是说，就是说，你生气了，你会变得很丑陋。对，就是一看到，就是大家觉得就是你是很丑陋，就是很不好看，像魔一样，而且你的来世。如果身为一个女生的话，你的来世会不会漂亮？不漂亮。对，这是非常直接的，就是这样说。那我们现在这样说，其实我觉得呢，他生气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好的细胞可能都是死光了，对。然后就是这剩下垃圾的这种一个读书的一个细胞，所以肯定会你的长相也会变得丑陋啊。对。然后甚至呢，这个也影响到下意识的，就像我们身上的一些胎记一样，可能这个遗传到下意识了。所以这些都在传统佛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对，尤其是你刚刚说的。但是那些我们这些传统的一些喇嘛们和老藏医师，您的讲法上有一个不一样，这是我今天为什么来跟你做访谈的也重要的一个原因。对，因为你现在有很白话、很生活、很普通的语言跟大家说。对，我们有时候英语是一定要引经据典的，要讲得很复杂、很全面、很专业才是对的。对，这是有时候是错的。对，因为这样的话，普罗大众听不懂。用你的方式一句字重复了100遍的话，其实他们要的实际上很简单，对，很简单易懂直接。对。所以这一点就是真的是我们也是应该要学习的一个方法。对，所以我常常讲，就是我也正在尝试学习这种方法，但是我目前为止的我的《入菩萨行论》讲的时候的安忍品没有那么多的受众，因为可能我讲的方式不像你那么的一个接近大众的，有可能还是有一些传统的。对，天部你们就是太专注在那个专业上面。是，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太专注在医学上面，对。哇，医学专业的东西也是一边人听不懂啊！你讲说什么胃镜啊、胃缩啊，然后就是比方说胃溃疡啊，然后里面的什么内容讲什么，然后这样子结构的时候，我们讲这生理的时候，一般人听不懂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用一般平民百姓的话。对，所以我就把《入菩萨行》里面就安忍就讲那个生气，他会怎么样？生气会中风，生气会心肌梗塞，生气久了以后破坏你的家庭。对，生气是跟你有关系的，对，不是说按菩萨讲的或什么讲的，他讲的是他的，对，但就是生气是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对，所以我就说叫你不要生气，是跟你有关系，不是跟佛教有关系，不是跟那个菩萨入菩萨行谁讲的有关系，他讲的是他的东西，但就说要变成你的智慧，你的东西是你要去 practice， 意思要不断的练习。我常常讲，就是跟很多人讲，就是说我讲很多东西啊，我在讲就是说不生气这件事情，如果对我有用，我们都是人类，对你也有用，对。我不是说我常常演讲是讲一句话，我不是来给你讲那个知识的，知识你只要去查那个 Google 就好了。对，我说你 Google AI 就好了，会教你很多东西。我是跟你讲，就是每天都唠叨你，就说不要这样子，不要生气，不要有怨气，不要去批评别人家。我就专门讲这3件事情，不要点评。对，因为我们特别，我常常讲，就是我在那个佛教福智那边讲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说慈济说福智，福智说佛光山，佛光山怎样子，大家都批来批去。我说我人最可恶的地方就是点评。OK， 你说这个人怎样，那个人很坏，这个人怎样，这个政治人物每天都这样子。对，而且这个是无知的到什么程度啊？而且觉得没有错。对。我的观念是对的，对，他是不对的。而且是我们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是我天天有我的电视机里面2种不同声音都在，但是我只愿意听一个声音。对。然后那个时候久了就是变成他就是唯一的政治正确。对。然后就是自己就有各种情绪，自以为，所以就是在西藏讲，就是我是因为我
不点评是我之前悟到，就是在那个南令，就是南令里面在讲是缺碰个雷，此地光论。哦，缺碰个雷是的被你们全部是一道。是的，是的。就是我从那个最简单的讲，就是说，我就说不要说啊批评什么宗教什么都不讲，我就说点评对你没有好处。是。你说这个我比方说你老公怎样，你婆婆怎样，你公公怎样，我说你讲这个对你的福报会破坏，是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我就讲生活的方法，能量的一个损失。对，损失能量的损失，然后有一天变成怨东怨西，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人就是很辛苦啊。对，其实我们就是比方说幸福快乐是一点点你的观念。你的生活点点滴滴，所以我就讲这些啊，就是很简单的事情，把佛法的内容拿起来，就是去碰个雷讲，就说啊点评啊，不要批评，就算政治人物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批评干嘛？对，你比方说这个，我常常跟人讲，就说啊，明星做错事情是有时候我员工说啊那个渣男怎样怎样，我说对你有什么好处？你骂的那一刹那，你损失了你的能量跟福报。对，他不会怎样，你会怎样？对，你会失去很多东西。对。所以我把就是这生活化，真的就是跟你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噶当派的一个大师，曾经说，猎人他们去的让拉达，那噶真求了功。对，就是错误都是应该要自己检讨自己。对，而且是要感恩别人，对，不要就是抱怨别人。对，这就是噶当派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教育。对，所以我就把简单化，就说。一般的语言就是把这个深奥的内容，就说不要点评，对，不要随便去批评别人，对，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的概念，对，我觉得这样非常好。但是另一个呢，我想比如说您呢，一开始我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我觉得有时候一般可能是医生，对，更是你说是你的专业的这个背景是西方的医学的时候，更觉得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医生的那种概念。对。但是现在您跟我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真正的治疗的方式并不是用西医的，不是。对，而且是传统，而且更接近这种心灵的这种禅修和这个部分。对，因为就是比方说，对我启示最大的，就是我学最多的就是入菩萨行里面。哇，那个10品从第1品到第10品，从最高的到第9品的时候，智慧。对。邪热，哇！是，我就说，所有前面讲的方法，戒律也好，就是比方说慈悲心也好，安忍也好，其实都是一个目的，开智慧。对，是哇！所以就是其实佛教深奥地方慢慢悟到，哦，原来所有的你，比方说受戒也好，戒到贪嗔痴也好，就是布施也好，功德也好，对，唯一方法就是改变你的想法，是才会断烦恼。对。不是说啊，你求一下他会帮你断烦恼，你这样，所以所有东西都是为了一件事情开智慧，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深奥的，对，所以我就是很多这种内容，就是看能不能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去传达这个，对，所以就是明年或之后我再推广一个，就是说要随时随刻都要感恩，心中要有慈悲跟爱，对，我就常常讲，就是说你。用最简单的就是变得更善良一点。我说，只要人活着，你只要变得善良一点，我就保证你这辈子不会缺，不会缺亲情，不会缺爱情，不会缺友情，不会缺经济，什么都不会缺。是善良是我常常讲，就是说大家听得懂的。我们有时讲是入菩萨心，哇，慈悲心、菩提心，然后有情众生。没感觉，对，是，对，要用从个别从根本。我说你变善良一点，就是唯一对你好处是，因为这是最好的保护绳。对，你善良了，你心轻松了，轻松了，你得到健康，你得到财富，你要什么就得什么。对，就是唯一方法。然后我常讲，就是说从这个顺序讲，就是善良，第一个最好的善良的方法，变善良的方法就是不要生气。是。你只要对任何人不生气，你就是对他是善良。对，就是我就把这些逻辑连接起来，然后就叫方法这样子。对，这样会比较轻松。对，我觉得，曾经有人跟我说，他是比较无奈的跟我说啊，他说是，哎呀，我们的入菩萨行人非常好，但是呢，
如果我们那些上师们讲了，比如说有一个叫 App 那个手机是专门就是听那些的，如果一个上师讲得很好，很专业，可能是听的人不超过1万个，知道吗？对。然后一些西方人，他说他们呢用这个理论，没有直接说是《入菩萨行论》里面讲的，但是完全用他的逻辑和智慧去讲的时候，有几百万人在听。对。他说意思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那么好的一个智慧，对，但是只是好像这种沟通的一个桥梁，对，一种表达的方式上，对，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些改变？对，能不能做到一个更生活化？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就是刚好正在做这个部分。天部也在做这个啊，因为你我是想做，但是对你的频道也就是跟一般的，就是我也看过，就是荣松的频道，就是跟很多师傅也在 YouTube 在讲的，然后讲的是非常深奥学问，有时我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明白。但就是你的频道是已经接近民众，我尽量的。对，再接一下地气，哇，那不得了了。对。那我怎么接地气？我就是要慢慢在想，真的我是愿意的，只要是能够利益到众生。对啊。然后就我们当然有一个底线，我们就是不违背这个因果和真正的正法的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见地。对。但是这个方法上，释迦牟尼佛本来就是80,000行个法，都是80,000行个方法，对吧？对。这个针对于不同的众人。不同的受众，对，用不同的方式去讲，对，这本身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开示，对，根本的一个他的这个他本身自己就是这样的，对，他就是说，主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就是都有一些针对于不同的大众。他用不同的方式讲不同的内容嘛，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这个我们都要一起学习的。对。再加上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是说，你觉得这个西方的医学肯定有它的一个道理，对，但是这个东方的我们的这两个的，我们不能说是一个是绝对的对，一个是绝对的错，我觉得两个都可以用。但是这两个用的话，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我用到这两个都想用的话，怎么去平衡这两个？所以这个现在像台湾也是一样，我很多客户都有这个的问题。对，就比方说两个专家，中医排斥西医，对，西医说中医不好，对。然后藏医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藏医说啊西医不好，就是前面这少句话嘛，对，一大堆，对。然后我自己是西医背景的，对，我藏医也没学过，就是听得懂，也看过一些东西。对。中医是我没有学过，但就是针灸那些学过。对，但就是了解大概在讲什么。是。所以意思是说，医学的东西，我常常讲，就是说西医有西医的定位跟它的优点在。对。它也不是全部都是对的，它有它的缺点。对。中医也是一样，藏医也是一样，每个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是，所以这个就是我常常讲，就是说有些人就是问我说啊，洛桑医师，我要去比方说癌症治疗去西医的时候，我说你顺便去看一下中医，不要排斥。对，就是中医来调理，顺便就是西医来治疗，是，这是不冲突的啊。我就说医学的东西治疗一个病不是单一方法，因为像英国一样，比方说癌症是非常多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因在里面，是，所以你不要把一个方法堵在一个方法，就是比方说，我常常讲，就是说，癌症不要光堵在西医上嘛，也不要排斥，对，它有它的价值，它有它的医学背景，对，是非常厉害的。但就是说，它再加上中医，再加上藏医，再加上一些比方说运动、吃的方法，多吃蔬菜水果，全部加起来就可能100%治愈。是的，一个方法是不可能的。然后特别我常常讲，就是说，癌症最大的问题心理的因素。OK， 我常常跟很多癌症的病人讲，只要你心中的怨、心中的那种恐惧出来了，对，病一半就好了。本来就我听说是癌症很多都是已经吓唬了，然后就是恐惧吓死掉的，对，吓死的。我常常讲就是说，其实这个没办法。所以我就说，比方说练心的原因是我们说平常就是要听这些东西，平常都是要多一些资讯，把心强壮练习。
练心为什么要练心的意思说，这个书里面讲，就是说练心的原因是，人生十有九八有很多不顺的时候。对，因为你功夫练了，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才会面对，才会有处理的方法。是，平常不练，没事啊，你就很开心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哇，吓傻了。然后我常常讲，就是说癌症真的是就是吓死的。所以这个就是除了这个以外 ，COVID-19 就是新冠来之前，我在那个大爱电视台实际讲，就是说这个病毒很严肃。是很可怕，没有错。但就是我那时候讲了，我预言讲就是说，当人的恐惧比这个可怕。后来验证了，证据了，对，验证了多少人就是恐惧，然后就关起来，然后怕人人就接触，哇，对，甚至就是日本哦，2020年就是自杀跟 COVID-19 死亡自杀的人比 COVID-19 还要多哦，数据医学上数据是，你看一个恐惧、忧郁、自杀，对。那我再想问你一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关于忧郁症，您刚刚提到了，因为这个是对我来讲很头痛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很多人问这个忧郁症的问题，因为我是一个佛法老师，大家也觉得应该是怎么回答。但是我呢，经常对我自己的这个回答没有任何自信。我不是说是佛法不好，但是佛教里面没有非常明确的、很专业的角度在谈这个那个忧郁症。对，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上瘾。对，然后我在维摩诘经里面找到一个字叫做攀缘。对，上瘾和攀缘有点接近，对吧？类似这样的一些接近忧郁症的一些概念，可能在佛经里面能找到。对，但是忧郁症这本身是一个新的词汇，相对比较这时代的一个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嘛。对。所以呢，我上次有一个叫朱墨家，她也是一个藏族女孩子，像您一样的，用心灵、身心灵啊各方面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在西方界也用这种传统智慧的一个弘扬制。对，我也问她，专门问这个问题，她也有医学背景。那我今天还是向你问问题，这个对我来讲可能是有很大帮助的。对。所以呢，就是您是经常怎么回答忧郁症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人说我忧郁症怎么办？你最简单的是或者怎么解释怎么看？因为他说是这是你的幻觉，那也不对，对吧？忽略也不对，因为他是真的是很痛苦和挣扎的一个状态，也查不出来，也看不出来。他白天可能是什么都没有，是非常正常，晚上完全在一个地狱一样的状态了。那这种情况你是怎么看待啊？对，所以就是精神病，就是比方说幻听幻觉是另外一种，不是忧郁的。OK， 那个叫做 schizo， 就是一说思觉失调的，是另外一种。OK， 但忧郁是他可能碰到重大事情。忧郁我们在西医方面讲说，轻微的、中度的、重度的。对。轻微的你可以用跟他沟通的方式指导他，可以拉出来。是。对，但就说中度跟重度的是，就第一个就是忧郁病的病人，我们不能讲道理。OK， 反而会受伤。OK， 对，你说不要想不开，想开点。我也想开啊，但就是想不开啊。是，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比方说，我这像忧郁症的病人、癌症的病人，不要千万讲道理，对，二度伤害。OK， 通常我都会就是比方说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就是听他讲话，然后站在他的立场，就是呢就。可是对他的伤大，去我那团队刚刚有时候的自己替他着想，你真的很累，真的很辛苦，我会感觉得到，就是用他的立场，就是讲他想听的，不是说你应该要怎样的，你应该想开一点，你不要想着那是你胡思乱想的，哇，更伤害。好。我也不想这样子啊，但就是那个不舒服跑出来。我常常讲，就是说忧郁症的痛比癌症痛。他是真的痛，对，痛到有些人自己会戳刀，对，有些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有些跳楼，是，那不是假装出来的，对，那是身体上真的痛。所以就是我常常跟很多人讲，就是说忧郁症的病人，轻度的、一般的忧郁症人，你可以讲道理没有问题，对，但就是说中度、重度比较严重的那种人，千万不要讲道理，是。人家也想开啊，人家知道，我说人家知道道理啊，对，但就是没办法，就是没有 energy，
对，所以这个都是第一个，就是聆听，对，听他讲话，然后站在地的真的很辛苦，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接触大自然，我常常就是鼓励他就出去走一走啊，接触大自然 ，OK，然后运动，对。然后忧郁症现在就是国外就是比方说，国外有一些做法就是感恩 gratitude， 叫他练习感恩的打坐，他才会看到阳光的一面。对，就比方说啊，感恩这个水，感恩我吃的东西，感恩我的妈妈。就刚开始假装练出来，哦，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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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什么都可以。是。练出来假的。对。他就会因为他慢慢的。对对对，他的观念、他的逻辑都是黑暗的。对。慢慢，一旦人感恩的时候，就是 switch off 一样，就是突然，哦，原来世界是这么美的。对，就转过来，这个思维转过来。对，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啊。对对。曾经这个有一个乞丐。对对对。对吧？啊，您知道，来到佛陀的面前，就跟佛陀要饭。对。然后佛陀自己的钵里面本来不会有太多的，就是去花园得来的。但是佛陀当然愿意给他。对。但是首先佛陀提出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一个要求啊。对。他就是你能不能说一下不要，不要，我不要。对。因为一般人觉得话呢，就是给他一点点，还要叫他不要，可能有点像刁难，对吧？对对对。但是佛陀那个时候阿难啊，其他的身边的人也不太理解。他说为什么这？他说因为他欠着很多事，他完全没有学习过这个知足。对对对，所以连不要这个习惯都没有，习惯或者一个嘴巴都没有说出过。所以呢，现在因为这样贫穷，所以如果他现在说不要，我给他一人给他，但是他不要，那将来这个就成为慢慢的一个种子，就下意识他会慢慢会转过来。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假装。对对对对，佛陀非常特别。你看刚刚说的那个感恩的学习也是一样。就是佛陀讲的这么深啊。看能不能就说，比方说阳光的一面转过来，对，我们用一般的语言来去跟别人讲，听得懂。对对对对。所以就这样。那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问吧，你一般这个接触的，尤其是讲述这些心灵和养生的，平均年龄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层面比较多呢？年轻人也有，但大部分都是40-50岁的。40-50岁。对，年纪大。因为我现在问的是什么呢？这个00后也好，年轻人他们也有盲点，他们也有，甚至癌症的年龄也已经一直在那个叫什么下。对。这个可能会越来越年轻化。对。所以呢，这种情况，尤其是忧郁症的年轻人很多。你经常有遇到吗？对。那你是怎么沟通跟他们？就是。主要忧郁症的病人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说年轻人对，第一个沟通就是聆听，站在他的立场，然后练习感恩，然后父母就是我有很多这种华人国外的父母，就是有小朋友忧郁症啊、吸毒啊、喝酒非常多，对，最痛苦的就是父母，对，所以就是拉的方法，我常常讲就是第一个就是人只要懂得感恩，他的忧郁症100%会好，是，第二个就是叫他们去做慈善 ，OK。我治疗过好几个小朋友或者是忧郁症的人哦，是，只要带去慈善，平常就是为什么就是比方说小朋友没有自信、没有忧郁症的原因是可能就是家属啊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对，变成没有自信，宠爱了，然后不让他碰，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比方说去做慈善的时候跟别人施教，哇，你这个儿子好棒哦，很好。他自信就 confidence 自信就来了，自信来的时候，他忧郁就取消。所以做慈善就是做公益慈善，是小朋友是跟年轻人治疗忧郁最好的方法。另外一个是感恩，像美国有一个叫做 Gratitude School， 就是感恩小朋友从小就懂得去练习感恩的时候，他的智慧增加，他的学习成绩会变好，然后他的忧郁的几率就比别人低。所以我们。其实，在佛法里面有很多东西，只是怎么样把生活化，对，教人家学习，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在网络上教很多，就是比方说，我回去说啊，感恩自己，感恩你的身体，感恩你的器官，感恩什么都可以，就不要那么严肃，对，只要你说出刚刚说的，就是你只要说不要，那句话是他就解脱了，对，你心中所说啊，感恩。
感恩天地，什么都可以，只要说出这句话，对，就你种下这个好的因子，对，你看到世界是善良的一面，你心中才开始有善良，开始有慈悲，对，然后你面对，我常常讲，就是说永远不要忘记你心中的善良跟慈悲，对，永远立起你心中的佛。我就说你是耶稣的，永远不要忘记你心中的耶稣。对，你是信阿拉的，就是永远立着你的阿拉在里面。对，你心中立着这个事，你面对的是菩萨，你面对的是善良，面对的是感恩。对，一旦心中有魔的时候，你面对的是魔，你面对的是恨，你面对的是你心里决定了。对，所以常常讲，就是说，其实真正忧郁症的病人是真的是慢慢教导他，陪着他走出来。是，感恩是非常。我后来慢慢觉得，我很多忧郁症的病人、睡不着的病人、癌症的病人，然后高血压的、糖尿病，我只要教他们去做感恩的事情，不要生气，只要做到这2件，对，很多病都就慢慢，甚至有些忧郁症的病人就慢慢不用吃药，就是药物断掉，对，所以那个是非常有用，但就是那个也是佛法里面讲的是非常深奥，对。就是都在讲感恩呐、就比方说从上师开始，对，上师感恩，其实那个在练习我们的心界。是上师怎么样没关系，但就是你上师就比方说他有吃喝拉撒什么很多问题，但就是你看他佛，就是你看他像那个菩萨一样的时候，是改变你，不是改变他。是我常常讲这句话。这个是我经常跟大家讲上师瑜伽的时候就这样，我说迷在金刚乘里面讲，上师要观佛，这并不是说跟那个上师他不会怎么样，他不会怎么样，你会改变你自己的心里变清净。很多人以为就是观改变你自己的境界啊。但就是很多上师讲那个上师的时候，就是讲的好像你不信我就会下地狱什么的。对，不是这样。其实观念不是这样子，所以应该是观念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对你有好处。我常常讲，就是说我做你拜佛也好，你念佛也好，你对上师也好，你对任何人感恩，是对你有好处。对，就是利他就是利己。对别人善良就是对自己善良。对，所以我就说这个会有感觉，是因为说你做这个对于你有好处。对。要有感觉啊，对自己，所以我常常讲这个，不是说啊你怎样拜佛，你是佛教徒，你什么，他不会怎样，你会怎么样？对，我觉得是因为我始终完全相信我们的传统智慧，21世纪也一样重要，也甚至更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呢，你现在但是呢，如果没有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那种言语的表达的方式和模式的话呢，也是很难传达给这个年轻人和现在的人。所以你现在就是用这种做的时候，对大家来讲的话也是非常大的帮助。对我们身为一个西藏人，身为一个康巴人，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文化和民族的这种信仰和传统文化，肯定有一个特别的感情。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当然也是我们自己的学习的背景，所以我们也自己知道这个价值了。对，不是只是一个感性的一种情绪的一个。或者那种就是理性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统智慧。所以呢，你用这种方式，尤其是台湾本身是真的是非常善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以前在台湾学习中文，那就在这个待了4、5年。那也现在也经常几乎每年都来。所以呢，我在台湾的这个人情味、天文这个叫什么，所有的地方，早上去外面这个喝豆浆13年制，所有大大小小的，我是非常享受和非常感到那种温暖的地方。而且对这个很多西藏的文化各方面，其实台湾人是他们是很开放，非常开放、非常支持的。所以在这个文化也能够回馈他们，成为一个贡献。也是我觉得你在这边这样做的时候，你做的比很多的这些上师喇嘛们还更多。当然不是说他们不好，但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传达给他们，更能够融入他们的这个里面进去了。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随喜赞叹。因为天部跟很多上师就是其实是有时被佛法的学位框架住。
你逃脱不了那个。对，就这个。对，他们又没有这个水准，大众对大众水准，然后就是这有一些隔阂。对，然后就说讲过都会怎么样，一定要引经据典，然后就说什么的。对，这个是框架。对，其实应该是你挑出一个，就是比方说不生气也好，或者是就是比方说打坐也好，一个就是佛法里面有很多，挑出一个东西就是一般讲。对，就不要会是违反什么东西。对自己有用，对别人有用的。所以呢，我就今天我们的访谈呢，大概就是这样。我现在要问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样。谢谢。所以您有没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话？没有，就是我们很少见那个，就是像 Campbell 一样，就是一直认真的、接地气的在推广了。对啊，很多人就是高高在上，然后做，然后就说传经，转完以后，有时自己也听不懂，别人也听不懂这样子，然后就是一定要去看书法。其实就是因为那个 Campbell 一直在推广这件事情，我都觉得很好。然后就是慢慢就是比方说学生的访问也好，对，跟年轻人对话聊了以后。对，原来年轻人是这么想的。对，因为我有经验，是因为我每天要看病。对，就是然后到处演讲，然后就是我大概就是讲1个半小时是1个小时以后，半个小时一定要跟别人问问题。那肯定是。他自己会成长。对，才知道人家是这么想的，然后人家有没有达到什么？对，其实这样子互动以后，我才会就说原来是这样子，才会沟通起来。以前不会，以前刚开始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医生啊，我的话你要听啊，他听懂不听懂管我什么事啊？对，反正讲，很多人听不懂，对，就没有接地气，就是跟师父跟医学的那种我们专家的那种思维是一样的概念。对。但是说我改变是因为做 YouTube， 然后一直不断的演讲。对，以后就慢慢民众想听的，别人想听的，就是这个，不是专业，就是我可以专业讲得很清楚啊，糖尿病的来源是什么，糖尿病是怎样，血糖的变化是怎样，要吃什么，要运动什么，我们可以讲得非常专业。对，但就是一般民众听不懂。对啊，所以我就是要听得懂他的，就是把它慢慢降下来。所以师父做得非常非常好，继续有一天就是真的就是滔滔不绝的在中文里面就讲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时代真的非常非常需要这个智慧，因为大家都过得太苦了。对，未来 AI 时代越来越苦。对，因为我们看到感触，像比方说这2年我们看这种焦虑、睡不着、忧郁的，对，还有失忆率上升非常多。就是我们看的门诊，就是北中南，就是医疗院所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这个是世界最主要的一个文化。对，所以师父认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观看，这是得嘞，老师。